请问菜市仔内底有一款猪肉，叫做黄金六两肉，你敢知影伊会互人号做什么物件 ？A. 腿裤 B. 夹心肉 C. 上班猪还是湿仔肉？黄金六两肉，人肉嘛，绝对袂遐大嘛，所以腿裤都无可能嘛。是夹心我看嘛，无算讲夹心嘛足大地啊。是。 松板加这七仔肉，我感觉较有可能，伊才超过5、6两一块仔尔。啊，伊的肉嘛较软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 C， 应该是第三个。是吗？是吗？你确定哦？是拢是啊。这两个我们来应该是拍卡层啊。拢是。所以是哦。好，啊，恁的答案是？阮答案是 C。好，咱来看一下上班猪甲七仔肉对唔对？ 有眼跟弟弟有戏精了。哦，我加条。蛮厉害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说，来，老师。 好，这是猪仔每一个部位拢有伊的名称，传统的名称，啊，毋过拄好即地无传统的名称，以前人无注重伤过细地啊。啊，伫个猪的颔棍可能猪定安尼洗，伊就是肉较脆较油安尼，吼。啊，伊两地合起来哦，两地哦，吼，因为迄形那实啦，所以叫做实啦吧。啊，过来是切起来了后，差不多两地合起来，差不多4两到6两。 好，所以伊会叫做迄个六两肉，啊，伊足好食的，甲迄个为日本的迄个和牛，松板迄个所在，出来我喙暖拢要要流落，所以就是叫做松板牛。